婚林石壁的德创新园区最近行情争做世界德甲地标。婚林县府表示，旧日伊地动过经过20多档的管理，甲这500公顷的麻二德打造做园区，希望未来世界看见婚林，嘛带动地方的经济。旧日伊地动后20多年，海溪道路已经修复好势。高溪石壁500多公顷的德拿，经过整理了后，游客会当去行踏体验大自然。婚林石壁德创新园区最近摕到世界德组织的认证，成做世界德地标。这次呢，我们以石壁的疗愈基地获得2024年世界竹博览会、世界竹会整个的肯定认定我们云林县石壁的这个疗愈基地呢，成为世界竹地标。我想这份殊荣来自于各方的努力婚林县府表示，世界德组织伫台湾举办第12届世界德论坛。顶个月底结束了后，有去参访婚林石壁的森林基地，体验用德笋来做料理，用德仔来做手工艺等等，对婚林德仔的各项产业是真肯定。上游、中游、下游，我们应该如何来努力从森林方面、加工制造的一些科技的提升它是有产业的，也有学术面向竹产业基地成为世界的竹地标之地，那我想我们会维护这样的一个珍贵的天然资源，让古坑乡的美好与大家共享。婚林县府讲，德地标的认定会当予世界看到婚林，未来嘛继续推广德仔的产业，阁会透过石壁森林基地来甲国际进行旅游观光的合作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。记者王伟雄，婚林报道。